大家好，我係5A 班嘅圖書館管理員吳宇晨。今日就會介紹一本書俾你聽，佢嘅名就係青少年最好奇嘅奧秘大發現——星際太空。佢嘅責任編輯就係羅瑞琪。喺呢個宇宙裏邊有各種千奇百怪嘅科學奧秘，仲有好多神秘嘅真相，顛覆咗我哋一切以來嘅知識。其中一篇我覺得最有趣嘅就係講述咗阿波羅11號嘅登月真相。書入邊提到對阿波羅11號嘅登月質疑，認為呢一個係一個大騙局。入邊提出各方面嘅證據都反駁原來嘅歷史。究竟真相係點嘅呢？仲有啊，你知唔知除咗黑洞以外，仲有白洞同埋蟲洞嘅可能性？蟲洞原來就係宇宙中嘅捷徑，就係神秘嘅時空隧道，就係我哋未來嘅星際旅行。究竟蟲洞會匿喺太空嘅邊度呢？呢本書就係帶領我哋進入神秘太空嘅鎖匙，吸引我哋入去呢一個太空嘅冒險。如果你想借呢本書嘅話，可以去到圖書館嘅500QIN 嗰度借書。我嘅分享完畢，多謝各位。